学了。宝贝，走，我们去上学。走吧。当初选择来安南区生活，就是想要看到囡仔无忧无烦的大汉。好，妈妈要走了。妈妈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果然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科工区的工作机会真多，像阮家的爸爸自从换来这上班以后，逐工拢会当厝食暗顿呢。最近安南区有袂少道路在修整甲拓宽，但员工的迄一日，回来厝的路一定会更加轻松。离中岛也阁有一段时间，就来去南兴八公照护站甲看卖仔咧。听讲遐是一个真适合长辈联络感情的好所在。后摆我想要带阿公去行行的。咱即马政府做这长照真正做了袂歹，像阮旧年配合这个保公照护站互社区的长辈时代会当熟悉无共文化，这嘛是真好的代志。哪会遮尔晚咯？今日轮到我去乐里社区做中岛的送饭的义工，爱较紧来去咯。每一届甲烧烫烫的便当交予长辈，看到因欢喜的笑容，就会有满满的好心情。如果社区执行独居老人送餐，已经迈入了14年来。那这份工作呢，我会做到我没办法做下去为止。我希望有更多人能一起来为独居长辈服务。听长辈讲，以前看到溪流就会想起落大雨、淹大水、跟厝走溪流的记忆。但是即马，唔仅是桥梁、溪畔、抽水站，拢陆续去进行改建的工程。社区内阁有热心的防灾志工守护家园，饮水的情形有相当的改善。即马溪流对阮来讲是美景的代表。只要放假，阮全家伙仔上爱来去山海圳绿道骑脚踏车，会当将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内。山海圳国家级绿道。按台港国家公园开始，沿途经过台港文化中心、台湾历史博物馆、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，最后行到玉山国家公园。规条绿道寥寥啊行，会当真深的熟悉在地文化生态。这条绿道甲伊相当舒适的设施，嘛互安南区的居民方便又阁欢喜的生活。会当住伫安南区，真好。生态、科技、文化，开张总，感谢有你，咱台南第一。